今日同大家分享點樣用同一個頭飾打造3款唔同嘅日系鬢邊髮型。Hello， 我係化妝師 Elise。無論係晚宴、約會定係做新娘姊妹，呢幾款髮型都夠晒優雅同吸睛。第一款呢排一 search 日系髮型，搜尋結果最多嘅就係呢類髮型。步驟唔複雜，基本上自己都可以 set 到。最後加埋個黑色絲帶頭飾，即刻 balance 咗絲帶俾人 girly 嘅感覺。第二款有一次有一位姊妹要求化妝師幫佢紮孖辮，又出奇地好適合，因為鬢邊髮型係最實淨，唔需要擔心中途會散，算係一個可以由頭 keep 到尾嘅一款髮型。睇滿咗平時普通鬢孖辮，可以參考下呢個日系做法，加上同一個頭飾，精緻度又再提升。第三款呢款髮型可以話係鬢邊髮型中嘅表表姐，由頭鬢到落尾，重點係條邊裏邊拉鬆少少，營造隨性感。一個頭飾玩到3款髮型，仲要 CP 值爆燈。無論係約會定係婚禮，只要換個諗法就可以即時轉毛。快啲拎起你身邊嘅頭飾試下啦！ Elise 仲隱藏咗第4款嘅髮型教學，如果想睇，記得留言髮型即刻 send 俾你。下次見，拜拜。